对相貌苍陋的人公开宣扬他的缺点，例如对那些有生理缺陷的盲人、聋人等，当面称呼瞎子、聋子。此外，说对方的罪恶，或说一切低劣的语言，都称为恶语。虽然不是恶语，而是以温和的方式使对方心不愉快，这种语言也包括在恶语中。另外，在上士、善知识、高僧大德们面前说各种不悦耳的言语，也有极大的罪过。哎呀，绮语、婆罗门的咒语等，本来是非法的，且认为是正法。或妓女的语言，是自他生贪心的歌曲，金对强大的语言等，诸如此类的能引生贪心、嗔心的无关话语，都是绮语。尤其是别人诵经念咒等时，说许多令他们心驰散乱的无意义的话，将断了别人行善法的资粮，因此罪业极重。原说各种绮语，从表面上看，是实在随随便便中自然而然说的，但如果善加观察，则多数都是与贪心和与嗔心而引起的。而自他相续中升起多少贪心、嗔心，罪业就有多大。此外，诵经念咒时，如果掺杂一些无意义的话语，无有念诵多少咒语，都无有结果。尤其是在僧众行列中，说各种无关语，则此人将毁坏所有僧众的善资粮，并且损失了施主所积的资粮。本来印度圣地除了具足功德、远离过患的人以外，其他人都没有资格享用信财。世尊愿未曾开许这种人享用信财，但是现在我们有些人学了一两套密宗仪轨，刚刚会念诵，便立即随行享用黑财、信财。通过密宗仪轨方式享用信财，如果是未获得灌顶，不具足誓言，尚未精通深缘次第，没有圆满念修的人，而随便念诵密咒仪轨，则成了本教的吟诵一样，因此罪业极重。黑财就像烧铁的丸子一样，除非具足深缘次第、伤欲助胎之牙之的瑜伽师才能享用。如果平凡人享用，将焚毁相续，如颂云：黑色信财乃是生命之利刃，过分享用，斩断解脱之命根。仅仅认识此句，像不能很好的读诵，更何况说具足深缘次第，尤其是仪轨，最重要的是念咒。如果念诵咒语时
打开了其余的五脏之门，即是与言述各种利生贪心嗔心的无关与度润，将毁坏自己与他人。因此上师和僧人们平时应该断除其余，以禁语精进念诵非常重要。哎呀，贪心害心邪见，对他人的财物心想，如果这些财物是我的该多好，并且反复盘算，我如何才能得到使它归为自己所有呢？凡是对他人的财物升起欲起之心，都是贪心。9. 害心，对他人以嗔恨心和愤怒心而想，我应当如此这般损害某某人，对他人拥有财富心里不高兴，并且想，如果某某人不安乐不幸福，没有这样的功德该多好啊！如果他人发生不乐意的事，则幸灾乐祸等等。凡是对他人生起损恼之心，都是害心。自本作累